Hello，呢度冇巴士，今日要嚟睇冷知識，睇咗你會發高燒。其實真係唔好問我點解要拍，因為我係要靠抽。一、魚會唔會口渴？其實魚會唔會口渴，我真係唔知，不過我最近知道，魚會口，咁原來魚呢係會口渴嘅，原來魚係會口渴嘅，只不過佢哋同人類嘅飲水方法唔一樣。德國不萊梅。第二條就係馬騮有冇機？我想問，提出呢啲問題嘅人係咪有病啊？我覺得應該送佢哋入停屍間瞓。我講下笑。咁如果你班觀眾到時繼續鬧我話，我真係會送你哋入停屍間瞓一晚。咁原來呢，馬騮係有機嘅，只不過人類嘅機呢係有感情嘅，而馬騮嘅雞呢係冇感情嘅。咁其實馬騮呢嘅同性戀呢係下半身，而人類係上下半身都有。